다 디르 다마한테 옆에 코네 다 납시다 렌데 르 다마 차오도 여러 대 옆에 좀 생나 때네 되네 다다 뺀나 간다고 셰를 대셰기라 르라 너는 매와이 다와 다와 셰요네 양 지와 지마텔라 렙데 완다고다 다가 나기 바드 무시 옆에 얘는 따번네 값을라 되네 오 뺀나 간데 쉬어yen 오네 캠보 가와리도서 하고 무시 그리고 더 바드리도서 가서는 르 라과 땡아 손는 쪼레데 차와데 코르는 송로와 어디 하고 오리 무시리 在这个死亡以后的中阴状态里面，那因为呢，我们的心事是伴随着就跟着这个维系的这个色身，或者我们讲身体的这个净分清净的这个色身呢，那么一起进入到中阴的状态。所以呢，这时候呢，所感得的那个身相，就像你生前，如果呢你生前的时候，就像我一样，我现在呢脸上有颗痣一样的时候呢，你一开始感受到自己的那个身体，你就跟生前是一样的。是什么样的形状，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特征的等等，它都是同样的具有这个特征的。那么也因为呢，它这个维系的这个色身，同时跟着心事，然后显现在中阴的情境，所以呢，他看到生前他认识的人的时候，譬如说呢，那个是中阴的身形，看到这个港湾能先生，这个就是港湾能先啊，自然他就认识他生前的那种种的情境。thế đó thế hiện thế này ngã chứ ta xem là pin thô gì thế cái khó quá là ta trong khi thế xem rồi ngã chỗ là yếu bắt được lưu xem nhỉ mà yếu đâu yếu mà rồi ta hiện tại tôi đã gì mà ta nega rồi ta thế thì giúp nó khát rồi ta rằng bạn nó khát rồi cháu xem đến đâu rồi thế hiện thế này xem là yếu quá tốt thôi xem rằng bộ là yếu thôi bao nhiêu cái nữa bắt được xong vậy na thế này chỉ bắt được chế độ của nó pin thô rồi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真正的对于我们自己能够有所帮助的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一生当中，那么你所学习的，能够去转变你自己的心念的这种种呢，是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粗的色身呢，舍弃了以后，伴随着跟着心同时离去的那个维系的身形跟这个心事，就说呢。真正的怎么样的知道去怎么样去改变你自己的心的这种种的法门呢？那是唯一在中医的时候对你有帮助的。他真的是真的人嘛都他xem的真的是참좋告诉这当三节当拉嘛的是第一次的呢拼托他托过的他第一次拼托的，因为做不出是我托过的嘛都这个的呢拼大呢，拉嘛些个。但是拉玛干样的话是偏大呢，刚来买啥呀？对吧？济南人些了，哪怕你从那听着，早晚你吐过嘛的。所以呢，到了这个中阴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当然佛菩萨、上师本身等等，在这个时候呢，对我们而言呢，它会有一些的帮助的。但是呢，如果完全说，我自己都不需要任何的这种力量，完全靠着一个师父。那么他就能够就好像拉着我的手呢，就到这个极乐净土，靠着他我就全部交由他，我就到极乐净土呢。事实上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完全不需要依赖自己，只是全部由这个一个出家人或者一个上师呢，那么就能够将你引领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事实上这是相当困难的。thế này là mà đó là để cho pin thô bát thế này bên này em chưa lát gì đang bên trong vô đấy。那么呢，刚刚讲到说，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上师、喇嘛还有三宝们对这个亡者呢会有一些的帮助，这就好像说生病的呢，医生对这个病人呢会有些帮助一样。我让如果的抽了马上，我让如果了你把些有。但你没把的是拿上我说呢，没当解决个些人呢，水头个的，偏头那把水头的那把扎头，拿着扎头的。举例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身体还有那样的一个体液，最后呢虽然得到了某一些的病，透过这个医生之后呢开些药方等等，它还是能够帮助呢，让我们这个身体呢能够从这个病中得到痊愈的。可是我那个如果的他妈抽了多少人呢？但你没看干的要不些的，垃圾干的开把些呢，谁要他需要嘛的？
但是如果说呢，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身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功能呢，都已经是，就是将近要灭了。这个时候，无论呢你去任何的医院，有什么最好的医生呢，开最好的药方呢，对你来讲，事实上都是没有帮助的，但没有办法让这个色身继续能够延续下去。但是我让xem là但是 give a job呢，xem korang là nữ bạn đời yo，但是差不多了，但是拉嘛的，三节的时候了，说完的答对些呢，但是就偏去拖过来。我让xem là nữ bạn yo啦，第今天但是偏拖呀嘞。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心在生前呢，那么透过行善积德等等，具有这个很好的善业的力量的话，这时候呢，透过对于三宝的信心，对于上师本尊的祈请等等，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产生利益。대인도 때문에 쪼다 나랑 같이 쉬대 나랑래다 내내 대화hen 도와세나라 동안에 동안은 도와세바이네라 쪼다 누가 치슈대 나랑리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真正的具有最大的力量呢，就是我们自己，指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我们自己这个心呢，如果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做，能够呢让自己能够得到快乐，应该怎么做呢，能够让自己免除这个痛苦，这完全都取决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当下这个心，这是最重要的。네 샘 더종세가나 다다 샘 짜마세지 샘 짜마세라 샘 짜마세지 그 곰냠레도서 야보 차네 샘 짜마 야보 차 용바 가서 다네 도리다 텔레 야보 차도 신감도 소라제 다네 은혜 야보 차도 산지스와데 차고라 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心呢，透过修行，它能够真正的达到这种清净的话，我们说呢，这个心清净呢，所以让我们能够投身到这个人天的善界，或者呢更清净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甚至达到究竟清净的时候呢，就是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完全呢都在这个心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清净的境界。근데 샘라 다 좁아 닝마 근데 세그라 다 좁아 닝마 세네 답데서래 얘네 뇽몽반 더 차다 해당 또몰라서 봐 뇽몽요 뇽몽디 그 꼴홍세네 애는 같이 듣고 안 먹게 봐하 초바 점네 샘 좁아 차나 那么如果说呢，我们这个心，那么被太多的这种染污的东西，譬如说呢，被太多的这些贪、嗔、痴等等这些烦恼毒，那么所染污的话，那么基于这种三毒烦恼的动机，那么造作了很多的这些恶业，那么这些恶业呢，它就把我们自己的心整个都染污了。哎，切萨那些呢，好哇，接着，但呢，得嘞。是谁家的些呢？年娃的、一大的，都罗拉说吧，他硬送个那娃，东汉被人接着，全部进那娃要的谁啊？他都说瞎用的。这时候呢，就会显现出那种轮回的，一般来讲就是整个轮回的那一些镜像。那么如果一一的来讲解，如果恶业非常深重的话，可能呢，在你而言显现出来的就是那些地狱、恶鬼、畜生等等三恶道的这种。充满了痛苦、恐惧的这种的镜像。对，印度的呢，我就切萨的些呢，科瓦的娘的，他科瓦的娘的，他就算你什么当外人呢，眼电着的，眼着是，眼上跟着话的电着拖进去的。切萨是呢？加切中。加切中。加前边拖的些能看的。근데 자충충 거 돈이 삼노 당난 코르가 되네 마 nghệ送的  nghệ送 건도와다 야 토리 건도와 네 덴로다 겐도라라 다 드소 탐제 되네 예시 강 마인바 드소 용조 샘 짜마다 닝마 짜조 가래 차면 그 기자리 因此呢，广德来讲呢，所谓的轮回跟涅槃，或者呢更狭隘一点讲呢，这个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些人天的乐趣。或者是地狱、恶鬼、畜生等等的这些三恶道，所有的这些个镜像呢，它其实呢都是
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清净染污呢，有显现出的景象。除了这之外呢，并没有在心以外，并没有另外一个所谓的这些个善趣、恶趣、轮回、涅槃的种种。对，我这经常多，我做怕做难的呀的，切让做我了，同学的我难学的切让做了，我啦切让做难的个的，那现在怕做痛的吧的难的吧的，sem个我了米是吧？罗米个把卡现在的，第一个的呢，咱们当连着个那里，没些个sem有了，那难的个的，对。sem pa nang chua ma to ta no na sem za zo个那话怎么都 sem 里印度就把些没把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彼此之间呢，我看到你们看到这种景象，你们眼中看到了我，这种种呢，事实上呢，都是因为我们具有投生为人的这样的一种习气，这样的业呢，那么因为这个。投身为人的这个习气，无论呢在六道当中讲这是比较清净的这些个善业习气的缘故，所以呢我们感得这个人生，所以呢我们就这些你所看到的，或者是我所看到彼此之间这些镜像，事实上都是从我们自己心的层面而展现的。从我们的心呢清净的程度、染污的程度，所以就显现出你眼前所看到的、所感知的这些个景象，除了这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那所以那这等于呢，我这个没那么当变着的。